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嘅1月20，旧历嘅12月26，礼拜一。24节气，今仔日来到最后一个节气大寒，嘛代表一年都要结束，就要过年咯。今日嘅大街小巷，四界拢会当感受到过年嘅气氛。今仔日过大寒了后，大陆冷气团会豆豆减弱，明仔载开始一直到拜5、2、9暝，天气真稳定，会进行春天的天气。乡亲会当好好把握这个好天气，大摒扫、采买年货。到这个正月初1，北台湾会阁变天哦。这个东北季风真强，北台湾转湿凉。若要行春佚佗，这个中南部的天气较适合。北台湾好天啊，有出日头，家庭主妇赶紧将被摕出来披，晒一个日头，免着急。煞来天气是一天比一天较好，无论是大摒扫，还是要买年货，到围炉前拢真适合。从明天白天开始到除夕这段时间的话，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的。那整个温度的话，也会逐渐的是一个回升的一个趋势。预计从小年夜到除夕这段时间，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可以回升到26甚至27度左右，感觉上是比较温暖的。然后在中南部的高温甚至可以回升到29度左右。到围炉前，日头光加上温暖的南风，各地高温明显回升。中南部拢是好天，有机会到30度；北部是多云到好天。东北部小可有雨，将会切阴，风头面会变天。主要是受到整个锋面接近，以及在初2这段时间锋面通过北部海面，以及东北风稍微增强的影响之下的话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话，下雨的话就会比较明显一些，甚至到初2这段时间的话，中南部地区也会出现一些零星星星的一个降雨。将会初2到初4，台湾附近的水汽较济，冷空气落南，各地会变较凉冷。过年时啊，南来北往，爱注意天气的变化。